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中意水上活動，一定幻想過擁有自己嘅艇仔，得閒放假嘅時候可以自由自在咁出海釣下魚、吹下海風。而橡皮艇就係一個最適合新手嘅選擇，夠輕便、易收納，最緊要係唔需要揾位泊艇，又唔驚俾人偷。不過每次出海都要組裝，會唔會覺得好麻煩呢？今日我就攞咗一隻 nice 仔嘅橡皮艇嚟同大家實測一下，究竟要幾耐先至準備好？首先，攤平嘅艇揾到艇嘅4個充氣位，即係氣閥嘅位置。佢哋分別喺艇嘅左、右、艇頭同埋艇底嘅龍骨位嘅地方，一共4個。記住喎，充氣前將所有氣閥個彈弓係撳起佢。呢個就係氣閥位置啦。撳落去係開，即係放氣；撳上嚟係閂。無論你揾個泵充氣或者抽氣，都記得閂住佢喎。雖然原廠每隻艇都會跟一個腳踏泵，但係強烈建議用電泵啦。腳踏泵免費，但係嘥力；電泵一按即充，仲可以乘機執下啲裝備添，慳力又慳時間。而調校電泵氣壓方面，艇身夏天我會 set 1.5個 psi， 特別係猛太陽嘅日子 set 1就好啦。冬天 set 2個 psi， 記住喎，唔好超過2.5個 psi 喎，因為經常過度充氣，隻艇會冇咁襟喎。
呢個係我少少嘅技巧，先將個艇身個3個氣艙充氣到6-7成左右，等隻艇初步定型。咁然之後先放入個拉絲底。而拉絲底氣壓方面，一般情況之下咧，嗰個氣壓係會比艇身嘅氣壓係高0.5個 PSI 嘅。等到個泵充氣到自己停，咁就代表咗氣壓已經足夠。之後再翻轉頭充滿艇身嘅3個氣艙，然之後最後先處理個龍骨位。充完氣，檢查下艇身3個氣艙個壓度係咪差唔多。如果某部分偏軟，就用個泵再去補氣。記住，最後將所有嘅氣閥蓋冚實落，頂實落。輕輕鬆鬆，唔使用咗半個鐘。記住，安全第一，救生衣必備。如果想做快啲，揾個 friend 一齊吹住水做啊！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同留言啊！多謝大家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